近日，陈奕迅在採訪中被問到焦慮症現狀，他笑稱：“我覺得自己病情好轉了一大半。”他說最焦慮的事情是不能失約演唱會，自己經常會害怕擔心。目前，陳奕迅仍一直在服藥，也一直在看醫生。據悉，他於8月5日首次公開自己因巡演壓力大而患焦慮症。你有焦慮症，你睇咗醫生，你食緊藥，咁而家個情況係點？同埋你點樣發現㗎？我覺得我已經好咗好一大半，係因為我最焦慮其實就係做演唱會唔甩得底嘅，即係我好驚，我成日都好驚，好擔心，但係我真係覺得係輕微嘅，係要食藥。好啲叫做血清素咯，係啊，好輕強嘅啫，即係而家係冇事啦。我一路仲食緊藥啊嘛，因為所以我未其實過兩日都會去，因為做晒 show 啦嘛，其實真係冇咁焦慮嘅，真係因為做嗰個係我唔甩得啊，成日都驚有，如果我病咗咧。